过来是婚林北港的武德宫办普渡，邀请到信徒共同来占卜，今年创纪录突破到1万多道。普渡宫的灵行来降临，哇！北港武德宫服侍武财神是台湾财神爷的信仰中心，当年的中原拢邀请信众结合佛道教的方式来祭拜好兄弟啊。去年有9500多份的普渡品，今年佫创下新纪录。算咱一份就是一道挂金纸安尼，是11111道，一厝安尼庆赞中原普渡，阴阳两利。武德宫表示讲，普渡为10道到万道，拢是展现出信众的善心。普渡后会将普渡品甲几万斤的白米送予弱势团体。是咱全国内底面的弱势团体，是咱这长青食堂。中原普渡唔但透过祭拜仪式来温暖好兄弟以外，同时嘛发扬武财公慈悲的精神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